另外一个走音走，错了。现在雾了，这个风啊，这风吹雾了。拍点短视频，但这个缺少素材，短视频素材缺少，这两天根本没有拍电影效果。这个是拿错。这个没错，这个是英泽，才加入2-3天的，不是3-4天吧，之前是一直没加入。现在只有3个队员在前面跳。现在时间是5月31号8点07分，一会儿就直接发到网上去。刚刚一下真错了，我一个胸肌，那个对呀。前面还有一个，我忘了，前面地方多吗？现在比较少，比较少。8点钟，今天天气很将就吧，今天降温了，然后今天一直在吹风，吹到雾了不了。现在风都吹得挺大的，应该在4到5级左右，刚刚还大一点，应该现在在3、4级是有的，一直在吹，不要下雨就可以。
，你好。Hello，来了，好可爱，我特别喜欢他。他提前到了。他提前到了，哎呦，不好意思。哎呦，好久不见他，好想他呀。今天凉快。我第一次想到的是他。今天很凉快的。对，特别可爱，知道吗？有多少人啊？现在还有200多。哇，好多啊！这217人。哎呦，好可爱。也不多，本来现在才多少？现在网络好，应该这2天。应该有3天网络被攻击了。真的？不管了，好的事情是。对，来，我去拿，好嘞。这个等一会儿抱啊，我等会儿抱你啊。等会儿见。他发一会儿是姐姐，他一会儿是妹妹。
水的。水送人嘿，啊，就放中间嘛，放中间，看到没有？这个刚刚到没多久就有人送鲜花给张大美。刚刚捕捉到了，幸好没有扫周边人。刚刚走完那不来，银色鲜花，我拍下来了。快，秋风吹得呼了呼了。哇，左边那个夜景，看那个晚上光城工程，放回达斯维特去。对，温湖这个。
不是，这听超好听的。对，这个歌曲太多了。还有就是不止这几十首，几百首，我们只是听了他们应该1/几嘛。因为他们这些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版权，好多都是没版权的。有些有版权都是跟那个汉族啊，就是在成都的公司，或者是西藏以外，或者是藏区以外的公司，他那的音乐的话，有些就有版权，他们自己之间传播的就不存在版权，然后他们拍的 MV 也是，好多视频都是，好多版本，好多一首歌很多种版本，有些人就像凤岗陈青啊、中国萝卜的唱的歌，他们唱的每一个版本，拍的 MV 那些，他们随便传播，没有版权，随便你传播。我想起来，这是对，他们自己都拍了很多作品。在罗马来了，他们又是又来了2个。这个歌也好听。路东，刚起跑那错，好干不必老几人过你，你记录先把几垃圾，不考虑先垃圾一直打。龙地。呀，路灯啊，赶紧奔走啊！哦，老杨跟巴扎里那个，满足比朋友让你不占那层的情的努力。呀，路灯刚起吧。我刚刚他以为是拥挤的，哦，这个不对头啊，那个拥挤应该跑起来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林卓其实几天前的在周云，没有正式交付之前的都有，这首没有记他名字。哎，刚刚对着他就不跳了呢。今天穿的衣服亮晶晶的，看那个效果还可以啊，黑色的，亮晶晶的。高
高原故乡。高原故乡好听啊，这个是老的。现在网络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之前前3年被攻击嘛，然后很大一批的都被攻击了。这是那种拒绝服务攻击的DDoS那种。我以前网站也被攻击，但是这种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翻 IP 吧，翻域名吧。前头头甲，他名字换了。筹码出大酒大少都是刚刚没事来了很久了，那后面站在后面蛮跳的了。以后让他们锁死在9块啊！我之前给他地方去了啊，下了啊，下了就证明他听到了，他会来的对吧？刚刚走完了，不都是露天花了？我那边拍到了，有人没看到，但是我因为固定的嘛，没。刚刚我回来拍了，然后别人送来天花了。小说里的多大人，演的那朋友那真发现，苦的干嘛的就过来，不说他别多那些呢，你的不讲的就忙着的。我的不着的人，呀哇那不能走人。红木什么时候来的？我的不大日结果，我说把别着那兄弟，对不过的天满足。他们还有几个在跳舞，在开区那边跳舞没来。这边。这个别着人。真正早已他妈些，
林子不木格，告诉我大别住了去，我们的家可挺难做，我们的家可挺难做。放弃。对呀、刚刚好。他们也喜欢跳那个，也喜欢跳这个，这是头太多了。这里面跳的应该跳最好应该龙舞吧，有可能拉错又要拍拉错。拉错下来专门买那个衣服，专门为了跳这个舞。小样好可爱。哇塞！拿出来幸福终于赶场了，能唱不唱就唱了吧？代表作，对。看一个两个，他们拉出了公舞吧，拉出了练了好久哎。头发又散了，你看。
还有一点点，应该在长度应该在10分40多秒左右，好像4分50倍5吗？忘了，就5分钟左右吧。这个最后结束是蹲下去，男的是另外的姿势，男女不一样。拿出专门为了跳那个舞专门买的衣服。你觉得谁跳得好？我觉得都跳得好。像雍正的话，就不适合跳那种。哎，他们在后边找不来。这是新的装，稍微有点新吧。这个相机太牛了，所以说基本上脸所有出现的脸全部抓完了，没有一个虚焦。这应该10多个人全部抓住了，全部紧紧的锁死。好凉快，现在吹的风呼了。你看那个树叶嘛，那些应该风力在4到5级左右。呀，我这拍他们前面那个双胞胎我都没拍到了，我也拍到20分钟左右，拍到他们。然后那个有人送鲜花给那个
走两步，差点没搞明白，然后别人说就走了。来了一个正。太稀稀拉拉的，他们团队全部挤在一堆了。17号那个摇摇他们这边来，还有几个男的都在那边跳舞，还没来。这个女孩子戴个帽子，看到没有？我去看，应该是自己喜欢的舞在去那跳。撤休。照片的非常方便。看到这个站桩很漂亮，这个咱们的麻雀也是，麻雀小姐姐今天穿的特别漂亮，特别漂亮。这个帅哥我不认识，这个咱们的雍真小姐姐，雍真小姐姐。甄老师，哈哈，是不是跳得很好？就是老师了，是不是？都是老师跳舞啊，他的。曲珍也来了，曲珍刚刚没到，休了多久？曲珍，对。说实话，他是因为印尼的意思。
年就喜欢他们的那个真理了，我的记都记下来了，我就不喜欢。下回你们在直播间，我就把那几个美女，这个多在镜头上面发一发，好不好？免得你们忘了，是不是？啊？还是朗卡的灯厉害，它的灯全部这一片都照亮了。哎，我是什么时候跑到后面去了？它那个衣服颜色好看，黑色的好看。它那个亮晶晶的，反光的那个好漂亮那个。全身的亮晶晶的，看吧，那个全身那个黑色的。休息会儿吗？哎呀，抱一下他，好可爱。好凉快，这个。我特别想他。好可爱。对，长没办法，长相就这样子，长得就这样子，天生的。在这个地方吗？你知道我多想你吗？你跳不跳啊？你跳舞吗？跳不跳？休息一下呗。休息一下，太渴了。这儿应该有水。这个歌这首舞不好跳，比较难啥的。17年了吗？这个就看他那个舞姿嘛，你看一看就知道了，比较标准的那种。他们两个。腰没来，还有那个阿唐曲珍也没来，丽丽也没来。
加入那个投资项目的吧，上一个星期三加的，上个星期三。结果今天问他穿不穿队服，他说不穿，不穿，他不想穿，因为感觉应该比较热今天。前面我说头发乱断电了，是在机器里面，是刷拉车吗？上来了，拿车也上船了。是一对好流畅的，肯定要随手关注。有些抖音路牌的不好拍。天天看那些人都太腻了吧？找些新的看是吧？可能也是啊，新鲜感吧。慢慢觉得跳得好，然后就专门拍他。等一下，有可能明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了，有可能等会儿就知道了。并且是很年轻。怎么又卡了呢？这个中断了呢？网速是有，但是网络现在速度没跟上，140 K、130、170。拍手舞，又要拍很久。来吧，我抱嘛。来，我去跳。慢一点。这个放。不用，没事，那个不用，他不会跑。准备好这首歌应该要听个10多分钟左右。星期三
每个星期三对这首歌放到表，重复很多次，应该4到5次左右吧。一首歌将近3分多钟，然后15次就近25分钟。现在时间看一下啊，9点过1分。我要他是要9点过1分，9点钟开始跳的。你看这首歌重复几次？他们都会跳的是，他们2姊妹拍的作品拍得非常好，他们还自己拍一些有故事情节的那种。哇，从个第2道了。这个有点无趣，我就直接转一圈吧，慢慢转，每个人都拍一下。对我来说比较无趣。就是手部运动。哎，开学他们刚刚来啊！今天晚安逸的。今天我没去，对啊，一直在挖掘。本来我要去拍区那边的。我这个相机嘛，有人要准备要嘛，我就考虑放台X3嘛，因为这个A1的话，它这个温度过高的话，还是会停止录像的。昨天遇到2次。他怕镜头，每次面对镜头，他都跳不来了。就是开区旁边那个，他们江本，他说每次跳，像他那些民工啊，什么船夫那些，进来他都不拍了，直接就走了，因为他每次面对镜头，现在跳不好，现在好一些了。这风吹人家暖，风边里真的红纸板，别想当着别走动，一直想着年纪的有想，啊啦啦我啊啦啦，想到我身边的人了，等走到的这慢慢的，你的梦就了。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你，冬天的在初九年，那里的季节特别，老的特别定的每个的从啊啦啦啊啦啦我在等你看你我那后边就陪那个你，终于有一个你的父。儿童节快乐啊！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明天我们家那个还过最后一个儿童节，应该14岁就过不了了。明天他们放交易的姿势。看吧，那个手机已经吹倒了，这个就是风吹得呜啦呜啦，然后就随时要注意。这个风那个，你看那个树叶子吧，哇，看一下啊。谁的手机啊？应该都推模的，是不是17的？他们也在那聊天儿，他们3个。他们和那个更改人性的关系，我现在直播在线的几千人在那看，就是走那么他们那天晚上，他提前走，后面我就看，无意中应该晚上12点钟左右吧，1点钟11点，我在抖音里面玩嘛，看一下，这个看在直播都是1、2千人、2、3千人在线，他们在那个一个地方一个聚会吧。我看的那个确实，那个更改人性的人气太旺了。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县啊、哪个地方，他们那个去到处是迎接的。反正藏区里面他们名声，好像那个共感人气是，哦，对，这是共感人气吧？不是，哎，对，共感人气对，就是出名，也好像是个14 Pro 这个手机吧，好像是。休息用的，他们说这个有意义啊，为什么要重播这么多次？就是每个星期三才有的，每个星期三才有这种，就做好准备10到20分钟左右吧。一首歌3、4分钟，应该重复到5、6次。
45岁过去。我们往前面转吧，还有。稀拉拉的，反正跳舞的人少，有一个靠边站休息区了。他们以为跳一次就够了，觉得跳次太多了，就有点凉快去了。儿童节快乐啊！明天过节了，你们节日快乐！看吧，是不是9点钟？现在几点钟啊？我看一下时间，9点16了。这个一唱的话9点20了。下一首节另外的歌曲，这个也大概20分钟。然后再跳一下就散场，在隔壁去跳。这更有个性啊！坐在这旁边，不知道他的手机刚刚摔烂了吗？真的吗？我要收。这个歌曲拍小朋友可以，刚刚明天儿童节嘛，还是国际儿童节。明天他们要休息半天，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小朋友应该休息1天哦。吹的风好舒服。
小光友，看吧，在种那个两个。一个小1岁，大一些，这边那个。呵呵。那小朋友。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我都买了的。买了指甲放哪儿的？放哪儿的？放哪儿的？没换，没谈拢价格，因为我那个甩过的，甩过就是修没得啥子修，就是肯定我价格肯定我有买4万多，可能3万7、8不可能，然后肯定3万7左右。没换了，我以前卖过那个，就数码广场，数码广场啊，就数码广场100多那个，肯定是你价格才对，那个才用几个月，温度太差了。F33那个还便宜一些，这个是4万多，那个是2万多的，那个是电影机。照相不行，照相是1000多万像素，专门比较专业的那种。那你这个比它还贵啊，这个旗舰嘛，最好的嘛。目前所有相机里面，但它散热不是很好。它那个像素几千万，这个是5600万，5600万。专门拍电影用的，拍就是拍视频工作室的。那拍电影不是很清楚吗？它专门有个风扇，专门有一层厚了那么一层，专门加了风扇。一直可以传递，夏天40多度都正常用。啊，对啊。这个给我跳20分钟，那个跳过不了，跳都没人跳了，不想跳了。跳吧，那个可以跳，可以参与。咋吃这课程了呢？我每次在后头看到。你前面跳嘛，那跟他们一起跳噻。看哈，现在我熟噻。你在后面跳，跟他学就说噻。因为我跟他后面的话，才会把我拍进去。我不想在他后头。他们拍都是拍前面，不得拍后面的。我在他后面不是都拍中间了。不得，因为他们拍都是拍前面，带队的。都是拍跳来的，他不得跳，他不得拍了，后面就模糊了。哇，他后面人跳得不好，他自己就不跳，就不得照你。所以我就想。他照，他给你照前面不跳的。他们一旦发出去，大家都看到我在后头。哎，没得事的，我都人家当然愿意。
完了。啊？这儿不会，慢慢会嘛，他们那不会。不会。跑，来吧。最好的还是开序，所以有些片段他暂时还不会，没办法，别人专业的。后面人没跟上来。没有了吗？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吗？啊，这个过来看看，要不要往前那个？当。往前走。往前来嘛。老了是不？往前来嘛。老了嘛你。今天凳子主要不出汗了，现在凉快的。最亮的那个就是朗卡，他那个背了一个正号的电源，那个电源应该在30斤左右吧，20-30斤左右。身体好，他就是手拿的，我随便那个，我手机是这边在一个地方。我这事情这台上面给他，你也跳是吧？你也跳啊？不能转圈圈不行吗？文清，你是跳在这儿吗？我是水袖，这个水袖。啊，他不要买那个衣服吧？
笔都在头了，这里。哎呀，那时候太美了，你看。是票价，票价，有意思。应该要这样。他们跳错了，真的。对。他们跳错了。这个是那个西海。还去嘞？看看他那个要送的鲜花。上去吧。这边你们去那边吗？去那边吗？去啊！对啊，肯定要去啊！肯定要去啊！我端都弄掉了，我包包那边。不用。给他吗？等一下我把那个包包，我看开去那个，在那边。开去。包包。苹果手机。抖音就直接开虚啊，开虚直接那个就可以了。走了，我们就过去了，旁边。我收东西了。那块儿去了，他们应该过去了。过去了，走了。这多少的？走吧，走这边，红帆。杨老师，明天没有上课呀？Hello， 大家好。哦，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嘛，看不到，我这边看不到。你这个反看不到那边，只有正面应该看得到，这边看得到。你那个膜本来就那样子。没事，反正要转圈嘛，反正跳舞都是转圈圈。那边灯开了也好看，那边。要走了。那边好漂亮。对呀。但是拍的话，人全是黄颜色的，这个衣服都是变颜色了。对。我学一下。好嘞。这个就是给走了，不知道是哪个人没注意到，拍了画面的，拍了，但动作开始快了，所以就走了。应该是他在场外，然后叫别人送的。他那个衣服现在今年卖的非常火，说的爆款。他是做服装生意的，在罗斯批发服装的。
我们那边是，我们这边是批发儿童用品的。这个家嘛，他也是搞摄影的。我搞完了，我也是以后只能买另外一个镜头，35.4，3550那个1.4的，没我这个5.1，这样光个大很多，1.4应该也够了吧。我看了网络又问又是红色的，我也没关注了我情绪不舒服，是出现问题。以前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现在一下标了12兆、13兆，正常的话应该在5、6兆左右，它一下标了12兆现在，只有1080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推流的，现在11兆。看料水19%了，电源20%。反正带着灯啊，超电都没用。加油加油！加油啊！那个麻烦你帮我。好，好吧，这边。好吧，赶紧走了。在这边。你在哪边？就是那个竖的嘛。我拍这边吧。啊，就这个拍。插进去，插进去。是新的锅好像是，新锅2023的新锅。再远一点，这个照全身的，好一点。哦，对对对，这个。欧马处好像是。
嘛，重新来，声音太大了。兄弟们，要你把声音开大点儿，你把声音开大点儿嘛，开完嘛。他们那个要不淡点儿，拿错来调，拿错来调那个。
都要练那个去了。想一下。这几个啊？你说的，另外一个，跟那效果也这么好。
最近跳的是红堡那边开场的时候跳的，现在他又跑到那个西边桥旁边那个跳的。前两天在庆阳宫那边跳，他有可能下一个目标是船坞那个地方，然后上就现在大润发那个门口的跳。还有我看有个店，我看看90%，哦是9%的店了，手机9%，相机17%，现在关键就是这个。还有点生气。没有啊，没有。我抱他的时候，他好像有点不开心。没有。我喜欢他们。正在充电。给网友们打个招呼。Hello。He is 吗？It is 还是？拜拜。Yes。He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I love you. I love him. 拜拜哦对 ，I love 拜拜，拜拜非常可爱，那个 very 什么来着？CUT。啊 ，cute， 对，拜拜 very cute， 拜拜，我们2个一起跳舞，特别可爱，拜拜。对。知道啊，天生就这样子，没就长那个样子。我抱一下他哦。啊，抱。他很喜欢。都喜欢。手机没电，跟插电接上。现在网络又出问题了，网络又现在正常了，现在正常了。对啊，网络又出问题了。好听话，特别听话哦。他通人性嘛，反正他知道那个，他知道你的喜怒哀乐那种。我们家那个每次有时候老婆和那个娃娃吵架那种，这些语气表情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好聪明啊！他有天在他外婆他们家里面被劝架那些，他跑的别人把他外婆啊，或者是他，反正就是搅那些跑一跑，然后说他那个不要那个，他有些语气那些他知道，就一个小朋友。我这个才没电了，马上就去6%了。没有电池啊？有电池，但是它2个电池都用完了，另外一个电池没充。
搞完快了。我今天带了，但是冲的比较慢，没得给中到。本来10点半9点回去了。昨天你是哦，没点了。没点了，点了哦。最多再挤5分钟左右再给点。哦，坚持一下。得坚持一下。这个一点，刚刚充的。这个刚刚充的。下课都11点了。 11点10多吧，11点20左右。